我看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然后它就搜寻出现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大字版，用 OK Google 语音助理来看影片很快。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哦，你看，英汉字典呢，有声书呢，逐字念的呢，极简版就是只有英文，然后做中文，这样没有音标，没有其他的例句啊，这样就可以很快要学习英文。内容很长，你看7个小时的，有3个档案，全部就22个小时有了。然后看那个字母，哦，你看最下面那个字母是 A 开始，是中间那个是字母 E 开始，最上面呢是字母 P 开始。那从先上传的会先在下面，所以从下面往上面点选，这样可以学习英文。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慢呢？ Confucius 是那个像梵文的字，混淆，所以它有的些可能是拼音错误的字，那就跳过去，择其善则从之嘛，可以用的就用，不能用就跳过去吧。Congestion 阻塞 ，congests 拥挤 ，conglomeration 聚结 ，congratulate 祝贺 ，congratulate 祝贺。动词啊，过去分词啊，或者是动名词啊，或者是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加副词啊。那名词然后名词的复数加 s， congratulatory 庆贺 ，congregation 集会 ，congress 国会，相关的字都会放在一起，这就是它的优点。congressman 国会议员 ，congruent 适合 ，comical 圆锥形 ，1个2个或者多个要自行判断纠正。推测 ，conjoin 结合 ，conjoining 结合 ，conjoins 结合 ，conjugate 连结，得来不易啊，请大家珍惜啊。conjure 施魔法 ，conjurer 魔术师 ，conjures 施魔法 ，conjurer 魔术师。Connect 连线 ，connected 连线 ，connectedness，connecting 连线 ，connection 关联 ，connections 关系 ，connectivity 连通性 ，connector 链接器 ，connects 连线。就是这样用 OK Google 按荧幕手机荧幕正下方的圆圈圈，然后说，请让我看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就照这个字来念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请让我看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也可以说请 OK Google 请开启 YouTube 影片英汉字典有声书极简版，开启哪一个网络电视台也可以说 OK Google 请开启 YouTube 影片。
Conscientiousness 优 记则 酷网站， ，conscious 因为网络清醒电视台应该是网站， ，consciously 清醒请开启 YouTube 网站， ，consciousness 意然后识到情色和网络电视，consciousness 意台，识，considering 单独的影片可以说， consecrate 奉献请让我看 ，consecrated 英汉字奉献典有声书极简版， ，consecrating 奉献某个人唱的歌，请，consecration 让我看奉献某某歌星，consecrations 奉献什么歌，这个，consecutive 连影片。续不断，consecutive